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7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又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414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520天。前線總共發生了229次戰鬥，其中54次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65次在胡里亞波爾方向。2026年1月4號米爾諾格勒德，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的東北門戶這個地方的戰局已經進入極其殘酷的城市巷戰階段。由於該地是通往波克羅夫斯克核心防禦圈的戰略支點，雙方為此投入了極高強度的資源。俄軍不再發起大規模裝甲衝鋒，而是採取單人或分區間歇式滲透，步兵利用晨霧、夜色，在沒有重火力掩護的情況下潛入夜間的這個建築群而烏軍則也展開清道夫行動。烏軍第25獨立空降旅等精銳部隊正利用 M1 埃布拉姆斯主戰坦克和步兵戰車對南方灰色地區進行定期清除。根據這個戰爭研究所以及烏方的戰報確認，烏軍目前守住了波克羅夫斯克北部防線。俄軍雖在南側嘗試控制推進，但在12小時內未取得明顯的地理突破。看樣子這個俄軍在紅軍城波克羅夫斯克這兒又是加大了資源要在2月前要拿下這個紅軍城。這個烏軍也是急了在波克羅夫斯克這兒用海馬斯火箭彈打擊俄軍步兵。這個海馬斯火箭彈我記得是一發大概將近10萬美金用這個來打步兵說明這個形勢很危急因為這個大家知道烏軍的現在海馬斯火箭彈還是比較稀缺的。在這個波克羅夫斯克前方叫新巴普洛夫卡和奇努申之間這個實際上是在俄烏接觸線的後方7公里的地方，一群俄軍士兵還有裝甲車在這兒集結，被烏軍無人機偵察到了。所以這個烏軍罕見的用 M142 海馬斯火箭炮襲擊了這群正在集結的俄軍士兵，目標非常密集。烏軍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所以說雖然用高射炮打蚊子你以為不值得，但是由於這個蚊子很多所以這麼一算的話還是值得的。下面集結的俄軍有10幾個，還有他的這個裝甲車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這海馬斯火箭彈下來，然後又是鋼雨系統現場肯定是慘不忍睹當然了，這個對俄軍來說不算什麼這都是耗材。烏克蘭的頓涅茨克州波克羅夫斯克和哈爾科夫州的庫皮揚斯克仍在烏軍手中。俄烏兩軍地面勢均力敵。2025年秋季開始，俄軍已停止持續4年的龜車牛步推進速度，與烏軍玩起了幾番損失慘重的德爾富施遊戲。對於圍在庫皮揚斯克正被烏軍清剿的俄軍士兵，格拉西莫夫叫愛莫能助格拉西莫夫現在對吧，正在想辦法編什麼故事向普京匯報呢。2026年1月4號第20柳巴特旅第14切爾沃納卡利纳旅士兵反擊夺回了羅丁斯克村，升起烏克蘭的旗幟。在波克羅夫斯克附近，烏軍第425斯凱拉步兵團也在反擊2名烏軍步兵在無人機支持下擊斃6名俄軍士兵，自身安然無恙。烏軍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克方向在2個村莊取得進展。這個最新消息俄羅斯電報頻道報告稱，當地時間1月4號，俄軍第136摩步旅旅長艾里克·塞利莫夫上校在頓涅茨克州阿爾切夫斯克附近發生車禍死亡。當時他乘坐的車輛與一輛載有俄軍第88旅士兵的卡車相撞，旅長和3個警衛當場死亡，另有2人傷勢嚴重。車禍常常有，但是像這麼慘烈的旅長加上他3個警衛依次報銷這個也是比較罕見就是這種死法。主要原因是什麼呢？說来說去就是大家太緊張，在前線你不知道烏克蘭人的無人機神出鬼没，对吧？一切动的東西它都有可能炸。
所以在前線在戰區啊，這些俄軍士兵開這些汽車啊、越野車什麼的卡車，那都是飛快。為什麼呢？就是不想被烏克蘭無人機轟炸，而且它還不停的變現，對吧？在這種情況下出車禍，那就在所難免了。一個旅長啊上校就這麼報銷了。我們再看看雙方的這個對縱深目標的这種打擊和轟炸。烏克蘭第412叫涅莫西斯無人系統旅的部隊定位並摧毀了一套9S32雷達系統，該設備是俄羅斯 S-300防空導彈系統的組成部分。這個就不用多說了啊，這個俄羅斯的這個 S-300、S-400，包括雷達系統，包括發射，那簡直是被美西方的武器吊打。這次在委內瑞拉就已經得到了這個驗證。委內瑞拉啊，90%的武器都是源自俄羅斯 S-400、山毛櫸、鎧甲這些防空系統。你跟美國一交手，那簡直就是一堆破銅爛鐵，對吧？連1枚防空導彈都沒發出就被人炸了，你說這叫什麼事？所以在俄烏前線啊，這些 S-400、S-300鎧甲被烏軍無人機炸，那簡直，對吧？這都是實戰過啊，人家知道你的軟肋在什麼地方，命門在什麼地方，沒事就過去炸2套。根据俄羅斯媒體報道啊，說在莫斯科東北400公里，烏軍的無人機打擊了俄羅斯的100號戰略彈藥庫，說據稱這裡存有大量的炮彈和導彈。這個俄羅斯的又一個彈藥庫被烏軍摸上門給它炸了。根據多家國際媒體及當地消息源報道，俄羅斯叫亞羅斯拉夫爾市附近一處石油設施疑似在夜間遭遇襲擊，當地居民報告稱聽到強烈爆炸並觀察到無人機活動，但目前俄羅斯官方尚未發布關於該市煉油廠受損的正式確認信息。實際上啊，這個利佩茨克戰略油庫就是戰備油庫啊，還有它的石化聯合體都被烏軍的無人機光顧了啊，現在正在燃燒熊熊大火啊。這個烏克蘭的媒體也報道了啊，說援引消息人士稱，烏克蘭安全局阿爾法特種作戰中心操控遠程無人機於夜間襲擊了2處俄羅斯關鍵目標，一個就是在科斯特羅馬州內亞區的第100號彈藥庫，這個隸屬總火箭炮兵裝備部。由於無人機的襲擊引起爆炸啊，導致彈藥長時間殉爆，那就像煙花一樣啊，四處亂射啊，那導彈不就亂飛嗎？當地人員被迫疏散。在利佩茨克州，無人機襲擊了斯特列斯基胡托拉的戰備油庫，引發大火。該油庫設施為坦波夫、沃羅涅日和利佩茨克地區供應燃料。這一下啊，俄羅斯的這個燃料供应恐怕又要出問題啊。俄羅斯也沒閒着啊，对吧？也加大對烏克蘭的打擊力度。不過這一次啊，俄羅斯恐怕闖禍了。1月5號星期一，俄軍對烏克蘭實施了大規模打擊，多架天竺葵2順道訪問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的美國煉油廠。該煉油廠好像是由這個美國聖路易斯市的邦吉集團全資擁有啊，這就是一個美國在烏克蘭的資產。一家煉油廠被俄羅斯發射的天竺葵無人機給炸了。據說啊，工廠遭到嚴重破壞，空襲造成約300噸油料泄露至城市道路。就是你想想啊，那個油料啊，順着城市大街上到處都是300噸呢。沿河滨大道通行將封閉2至3天，要清理這些油就需要2-3天。這起針對美國資產的攻擊在烏克蘭國內引發強烈譴責。烏克蘭官員稱此舉是系統性的針對美國利益。第聶伯羅市長鲍里斯·費拉托夫啊，在社交媒體上直言說，俄羅斯人轟炸了每個人擁有的財產。他證實，這座遭遇襲擊的煉油廠屬於總部位於美國的糧商邦捷公司，並造成約300噸葵花籽油泄露到城市街道上。該工廠生產的產品與烏克蘭最大的瓶裝葵花籽油品牌之一相關。這個問題就大了啊！我記得俄羅斯的無人機以前也打擊過這個美國的另外一個好像是無線電企業吧，電子廠。美國人難道像黃俄一樣就這麼忍了嗎？這個俄羅斯的無人機炸了黃俄在烏克蘭的這個資產，黃俄裝作沒看見，哎，對吧？這個不是好多企業在烏克蘭有這個投資嘛？不是糧庫，对吧？糧食加工廠，還有這個葵花籽油廠，都是遭到俄軍這個導彈打擊啊。黃俄裝作沒看見。那看這次啊，這個特朗普這麼牛，是不是也學黃俄裝作沒看見？黃俄是無所謂的啊，一切都是為了俄爹，對吧？只要俄爹這個舒服，只要俄爹心情
情好，隨便炸嘛。這個實際上是普京啊，這個給美國一點顏色看一看，這個絕對不是巧合，對吧？更不是什麼誤炸。你特朗普把普京罩着的這個委內瑞拉的總統馬杜羅給逮捕了，關鍵還這麼乾淨利索，沒有人員傷亡，32個古巴這個特種兵，對吧？0比32的戰果，這不太嚇人？這個妥妥的啊，是不給普京面子。這個大家也知道，普京這個人就是報復，他是不過夜的。所以5號轟炸烏克蘭的時候，就順道啊，故意要炸這個美國資產，出一口惡氣啊！看看美國人怎麼應對？難道美國人也要學黃俄嗎？還說炸得好？這個烏克蘭的外長啊，西比哈說啊，俄羅斯在第聶伯羅的石油廠罷工，說俄羅斯系統性打擊美國在烏克蘭的商業利益。也就烏克蘭人說，你看啊，這炸的雖然炸了我們，但是實際上是炸你美國的資產。你每個人怎麼表態？趕緊出來說句話吧，管還是不管？我們再看看外交以及國際援助啊。1月6號啊，澤連斯基抵達巴黎。澤連斯基說啊，今天將有來自志願聯盟領導人與北約秘書長的重要談判，並與美國談判團隊代表會面。談判應當給予烏克蘭更多保護和力量。我們依賴合作夥伴的支持和能夠保障人民真正安全的措施。感謝所有與烏克蘭同行的人。那麼這次到巴黎參會的有美國方面的這個維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庫爾施納，當然了，那有英法德歐盟領導人，還有北約秘書長，他們齊聚巴黎啊，就是要落實如何保護烏克蘭，如何向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1月6號，根據彭博社的報道啊，美國和歐盟希望在巴黎舉行的峰會上，就向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的計劃進行協調，並將美國方面的提議納入所謂的意願聯盟方案之中。報道稱，歐洲國家領導人和美國代表正努力完成一項關於烏克蘭安全保障的協議草案。該協議還包括在烏克蘭實現和平之後，美國軍隊可能在該國駐留的選項。不過啊，若與俄羅斯達成和平協議，美軍將扮演何種角色，具體部署在何處，目前仍不明確。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美國願意通過提供無人機和衛星獲取的情報，協助監督停火機制。一名歐洲官員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美國提供情報支持的提議將成為決定性因素。據悉啊，意願聯盟高級別峰會將於1月6日在巴黎舉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會議前表示啊，基輔迎來了結束衝突的新機會。根據天空新聞獲取的巴黎協議草案的文本啊，就是他們現在討論的那個草案，天空新聞已經拿到了。各盟國將承擔具有約束力的義務，以在未來俄羅斯再次發動侵略時支持烏克蘭。相關承諾可能包括軍事情報、後勤援助、外交以及制裁措施。此外，意願聯盟框架內將組建一個美烏雙邊工作小組。該協議預計將於今日晚些時候獲得批准。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啊，這回不是光嘴說了啊，各個盟國啊要承擔具有約束力的義務，那就是簽條約了啊，簽協議。一旦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你各個國家到底承擔什麼角色，對吧？出什麼樣的援助，出多少軍隊？所以我說啊，這個對烏克蘭來說啊，那是實實在在的好處，對吧？那是把那個虛無縹緲的加入北約、享受北約第5條款保護，變成一個實實在在的落在紙上的詳細的一個協議。這不比加入北約要強嗎？既然加入北約很難，加入北約有繞不过的這個門檻，這個大家都知道。你跟鄰國啊有領土糾紛，你就加入不了北約，對吧？這本身就是這個問題啊。但是烏克蘭人，對吧？歐盟他們繞過了這個條條框框，直接把北約第5條給你搬出來，套在烏克蘭身上。所以有很多黃俄，對吧？還有胡一進老師都說啊，澤連斯基放棄加入北約，現在知道錯了，何苦呢？為了加入北約挨了這麼一頓揍，現在又放棄了，你看看貴了。所以這就是黃俄的邏輯啊，他看不清這個大勢啊。你看現在美國、北約、歐盟、烏克蘭現在在巴黎討論什麼呢？實際上就是討論這個給烏克蘭第5條款落到紙上。當然了，不到最後啊，這個特朗普都有變化，這個東西，對吧？不到最後一刻，你不能說他就成功了。最後澤連斯基也沒有放棄說加入北約啊。如果你這個歐盟和美國的安全保障落不到實處，那人烏克蘭人還是要加入北約啊，對吧？他憲法裡就寫了。不過啊，最近鬧得比較兇的就是特朗普又在打那個格陵蘭島的主意，對吧？這個丹麥啊，那非常緊張。然後這個我看歐盟
加上英國也發了個聯合聲明啊。總之啊，這個格陵蘭問題由丹麥和格陵蘭決定，其他國家無權干涉。就這個事情怎麼理解啊？怎麼看待這個事情？首先，對吧？肯定是反對特朗普啊，強占這個格陵蘭島啊，這個得丹麥同意，而且還得格陵蘭島的人都同意，對吧？你特朗普強占那就不行。但是這個事情我們就沒有必要着急啊，就我們沒有必要為這個事情着急上火的。這個是歐洲對吧？跟美國之間的，他們互相咬吧，看到底誰更文明，誰能戰勝誰。歐盟加上英國能不能約束美國？這個特朗普還不是美國，主要是特朗普。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咱們採取的是一個吃瓜的態度。我個人分析啊，特朗普在這上面十有八九還是虛張聲勢啊，不排除他是在迷惑這個地保老人。因為這個格陵蘭島現在他是歸這个，他本來就是美軍在那駐守啊，他想要那個主權，也有可能啊讓地保老人誤以為，對吧？這個特朗普和歐盟啊和歐洲產生裂痕，他們不團結，這個都保不齊啊。所以這個事情上面啊，咱們是看熱鬧。如果特朗普把格陵蘭島佔領了，對吧？說是他的，那歐盟和英國看他們怎麼處理，看他們怎麼辦。根據這個政治報道啊，說為避免與美國關係緊張，巴黎舉行的議院聯盟峰會將回避提及格陵蘭問題。一位法國官員表示啊，會議的重點是協調烏克蘭，歐盟和美國立場以結束戰爭。一位歐盟代表向該媒體透露，任何轉向格陵蘭問題的舉動可能激起特朗普的憤怒，也就是不跟特朗普扯什麼格陵蘭的問題，不搭理他。這個看點在什麼地方啊？關於格陵蘭問題看點，我倒是想看一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怎麼表態，他支持誰？為難了啊。第二個是俄羅斯總統普京，他怎麼表態，他支持誰？第三個就是對吧？印度怎麼表態？兩個印度啊，我估摸着兩個印度大概其實幸災樂禍啊。完了這個痛罵美帝。美國的陸軍前參謀長兼將軍評論俄烏戰爭啊，他說啊，4年過去了，弗拉基米爾·普京控制着烏克蘭20%的領土，低於2022年控制的25%。在過去2年裡，他獲得的領土僅增加了1%。俄羅斯主要依靠步兵部隊推進，付出了巨大的傷亡代價。如果美國和歐洲繼續提供支持，俄羅斯永遠無法征服烏克蘭。這個最近美國戰爭研究所也得出了一樣的結論啊，他們認為這個1250公里長的這個戰線啊，阻止住了俄軍，俄軍很難消耗在這兒，更無法說取得突破。我們再看看這個特朗普這麼不着調的啊，用三角洲部隊抓捕了這個馬多羅之後啊，對俄羅斯人的這個打擊吧，或者叫震驚，可以說啊，俄羅斯的高層包括普京本人現在還在震驚中啊，還沒緩過來，尿不濕是換了一套又一套啊，這個不是開玩笑啊，這個普京啊，他倒不是說怕這個特朗普對吧，怕美國派什麼特種部隊把他抓走，他更不是怕烏克蘭啊，什麼特種部隊把他抓走，他是怕他身邊就像馬多羅一樣，他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孤立無援，對吧？特朗普都說了，獨裁者的忠誠只值$1。三角洲部隊抓這個馬多羅的時候，只遇到了32個古巴特種兵的反抗，委內瑞拉的人沒人反抗，沒人什麼保衛馬多羅，所以我說普京緊張，對吧？這是有依據的啊，他倒不是說怕烏克蘭、俄羅斯或者美國的特種部隊把他抓走了，這個他知道對吧？那直升飛機要飛到莫斯科，那還飛很遠的，是不是？普京是看到了馬多羅這個下場，對吧？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或者叫惺惺相惜，是吧？他馬上就會想到自己恐怕也是這個下場，就是說身邊沒有真正跟他一條心的人，隨時也可能出賣他。這麼說是有依據。你看俄羅斯、前蘇聯、沙皇，他是一脈相承，他都是這麼個下場。斯大林嘎的時候也是差不多，對吧？身邊沒有任何一個人幫他。沙皇怎麼慘死的？所以可以說啊，這個地保老人現在還在震驚之餘啊，還沒緩過來。現在他看誰都不像好人，所以他希望離他遠一點。正好咱們視頻會議，如果你要來匯報，那就搞個長桌子，桌子還得加長，太嚇人了，對吧？他現在看誰都像是要出賣他。這個特朗普的這個軍事行動啊，他主要得益於就是馬多羅身邊全部被滲透了，對吧？馬多羅的他的衛兵的頭，委內瑞拉多少人在給美國人提供情報，所以這個委內瑞拉的這個軍事啊，對美國是單向透明。你想啊，32個古巴的特種兵啊，人家也是特種兵，好歹是練過的，對吧？這個摩托車壓腦袋，單手劈磚，胸口碎大石，沒少練。怎麼他
32個死，三角洲部隊一個都沒受傷呢，那只能說明，對吧？你這32個人在什麼地方、位置、坐在哪兒或者站在哪兒，人家都清清楚楚。你只能說你還沒有反應過來，人家已經開槍了，对吧？一槍斃命。那這個信息是誰提供的？所以說啊，你普京一想到這兒就不寒而栗啊，不由自主的彎下那個門框。萬一發生這些不測，對吧？普京也在盤算呢，幾步能衝到門框那兒，給自己一個體面。所以這個俄羅斯口炮界的二哥啊，卡特羅夫說啊，如果命令下達，澤連斯基和他的親信們抵達格罗茲尼的速度會比馬杜羅抵達美國的速度還要快。你說這個氣人吧？迪波老人本來現在就是在叫惊弓之鳥，是吧？膽戰心驚的。卡特罗夫這個時候說這話，你不是刺激這個迪波老人嗎？就是卡特罗夫，你這麼說，你嚇唬不了澤連斯基，人家不怕，誰怕呢？響鼓不用重敲啊，聽話要聽音。當普京聽到卡特罗夫這麼說的時候，對吧？他更要防着卡特羅夫了。你什麼時候飛到莫斯科，把我帶到格罗茲尼，這找誰說理去啊？是不是这個邏輯啊？這還不算啊。這個口炮一鍋，梅德韋傑夫又來給普京補了一刀。普京這個心臟能受得了嗎？報道稱啊，梅德韋傑夫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就美國近期強行控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及其夫人的行動發表評論。他說啊，可以想象將來出現針對其他國家領導人的類似行動，例如德國總理莫爾茨。梅德韋傑夫說啊，可能會發生以莫爾茨支持新納粹為由而綁架他的事件，這種事並非不切實際。你說梅德韋傑夫，對吧？又來了一悶棍。你說迪波老人聽見這話，他心裡能好受嗎？你這玩意發生在南美洲，迪波老人都覺得害怕。你這玩意發生在歐洲，這不離他越來越近嗎？誰知道你是要抓莫爾茨還是要抓誰呢？對吧？你今天抓莫爾茨，明天就能抓這個迪波老人。所以說啊，這個梅德韋傑夫啊、卡特羅夫啊，都是沒眼力勁吶，趁這個機會嚇唬普京啊。這個普京啊，恐怕膽戰心驚啊，夜不能寐。我一再說啊，他防的不是美帝特朗普，他也不是防這個烏克蘭人把他抓走，他主要防他自己人，对吧？他現在就是在盘算啊，把那個小本子拿出來，名單一個一個的過，說這哥們兒靠得住嗎？那哥們兒靠得住嗎？這小子，我看他跟美國就是眉來眼去的，保不齊已經被買通了，晚上在那盤算呢，看看誰更像是美帝安插在他，對吧？身邊的這個特務。不光是這個卡特羅夫和梅德韋傑夫嚇唬普京啊，這個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又來嚇唬普京。你說普京這麼大年紀了，哪經得住這麼嚇呀？根據這個動靜新聞報道說，盧卡申科提醒普京說，不友好國家可能對普京發動恐怖襲擊，就類似於這個抓馬杜羅啊這個行動。你說普京，對吧？這麼大年紀就被這幫人這麼一嚇那麼一嚇，能不神經過敏嗎？可以說現在是坐立不安，哪壺不開提哪壺。這個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啊，那更是啊一語雙關啊，建議迪波老人在關鍵時刻要體面。這是根據俄羅斯联塔網1月5日報道，這個托卡耶夫啊在接受突厥斯坦報採訪時回憶說啊，他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去年11月在訪問比什凱克期間，曾與一名年輕的柔道選手對陣，並捍衛了老一輩的尊嚴。什麼意思啊？這托卡耶夫就是跟媒體說啊，說普京是個體面人。什麼意思呢？那意思就是遇到危機情況，對吧？你最好做個體面人，不要像馬杜羅那樣的搞得有點難堪。體面人嘛，自己解決，對吧？不要還拉到什麼法庭上受審，然後悔罪。我覺得啊，这個他這是一語雙關呢，他這是反正普京能聽得懂，一般人聽不懂啊。俄羅斯的網友啊，對普京稱自己在戀愛中的看法啊評論，這是俄羅斯的網友說的啊。他說，上年紀的老頭在成千上萬名年輕人死於戰爭之際談戀愛是一種褻瀆，說這張嘴臉愛的是回歸蘇聯的精神分裂式幻想，希望他能盡快落得希特勒、拿破崙的下場。所有愛戴他的人都是拿工資的，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正在發生什麼。這裡面黃俄除外啊，黃俄愛戴普京不一定拿工資，有的連收入都沒有。說這一輩子只愛一個人，他早已只愛自己，並會永遠沉迷下去。確實讓俄羅斯人比較這個失望和糟心啊。普京不說了嗎？給他20年，還俄羅斯人一個強大的俄羅斯。這回好了，給了他20年，先還你一個後媽，到時候再還你20個俄羅斯，加量不加價，超額完成任務。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